你好，我係說書人 YK， 歡迎你收聽 YK 陪你說書聊天。呢一個係專為你打造嘅全新成長空間，為你喺繁忙嘅生活裏邊，能夠可以細味閱讀嘅樂趣，滋養心靈，享受片刻嘅自主悠閒。喺呢個追求效率、步伐急速嘅社會裏邊，我哋每一日都俾大量嘅資訊轟炸，手機、電腦、信息嘅通知聲此起彼落。你有冇感覺到一種無形嘅壓力？覺得心靈仿佛好似少咗啲咩咁？渴望能夠有一個安靜嘅空間角落，好好讓疲倦嘅心靈休息一下，思想一下人生，思想一下生活嘅意思意義。YK 陪你說書聊天，正正係為你嘅需要而設。今日我會同你開啟一個全新嘅說書旅程，深入探討一本對我個人極具啟發性嘅書。好奇心，生命不在於找答案，而是問問題。呢一本書唔單止為你嘅心靈補充養分，亦都能夠激發你對生活同埋世界嘅全新視覺。點解我會選擇從好奇心呢個主題開始？又點解我會選呢本書呢？因為呢本書喺我中年危機嘅時候，情緒十分低落嘅時候呢，喺冇動力嘅環境裏邊幫助咗我。好奇心係一個開啟一切可能性嘅鎖匙，佢唔單止係我哋成功嘅關鍵，亦都係生活樂趣嘅來源。正如書嘅一開頭就引用咗愛因斯坦嘅一句說話：我沒有特殊才能，只有強烈的好奇心。喺我哋探索呢個好奇心之旅之前，讓我哋先認識一下呢本書嘅作者布萊恩·葛瑟。佢唔係一個心理學家，或者教授，或者係科學家。佢係一位荷里活舉足輕重嘅電影同埋電視製作人。你都可能睇過佢嘅作品。佢嘅作品包括攞咗好多個獎嘅《有你終身美麗》A Beautiful Mind、達文西密碼以及經典嘅阿波羅13號等等。布萊恩所製作嘅作品喺全球嘅院線同埋相關嘅影音產品嘅總收入，到今日已經累積咗130億美元嘅驚人數字。佢唔單止賺到豐厚嘅財富，仲獲得令人羨慕嘅名聲。喺2007年被時代論壇雜誌選為8大影響力人物之一。喺2010年榮獲人道主義獎。佢製作嘅電影總共獲得43次奧斯卡提名。呢一個咁成功嘅電影製作人，點解會選擇寫一本好奇心嘅書呢？呢個正正係同佢嘅人生最有趣嘅故事之一。布萊恩嘅爸爸係一位律師，佢原本打算子承父業。佢從加州大學心理學畢業之後，準備入讀法學院讀法律做律師。就喺入法學院嘅前一個星期，唔係，應該前一個假期，就咧係出於一個簡單嘅好奇心，咁佢就去咗華納兄弟就擔任呢一個嘅法務助理。喺華納兄弟呢間公司裏邊咧，佢冇幾耐就發現咧自己對電影係好有興趣，就大興趣過咧做律師。最後佢喺法學院嘅第一年，佢就退咗學啦，放棄咗成為律師嘅既定道路，毅然咧就投身喺電影業，開啟咗一個意想不到輝煌嘅事業之路。呢一切正如佢喺書裏邊所強調，都係源於佢嘅好奇心。布萊恩喺佢書裏邊明確指出，我之所以能夠過住自己心目中嘅生活，最大嘅功臣就係好奇心，尤其重要過智商、堅持同埋人脈。呢啲嘅發人深省嘅觀點，都提醒咗我哋，除咗傳統上被視為智力、
毅力或者人際關係。好奇心可能係我哋生命當中被低估，亦都係最珍貴嘅特質。呢本書最核心嘅理念已經濃縮咗喺書名嘅副標題嗰度。生命不在於找答案，而是問問題。呢一句看似簡單，卻包含咗深刻嘅哲理。佢鼓勵我哋要跳脫框架，保持對未來嘅好奇，而唔係急於尋求現在嘅答案或者現成嘅答案。布萊恩強調，好奇心並非少數人嘅特權，而係上帝賦予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嘅寶貴禮物。佢係一種內在嘅驅動力，激發我哋對世界產生探索嘅興趣，不斷追求、發現、學習有趣嘅事物，從而開創無限嘅可能。即使有時好奇心會受到壓制，但佢係唔會消失㗎，佢只會係到處世待發，時候到嘅時候等待被解鎖。布萊恩係點樣運用呢個好奇心，能夠從中獲得益處，達到今日嘅成就呢？佢一個非常之獨特而長期堅持嘅可以話係方法，又或者佢嘅一個嘅習慣，就係稱之為呢好奇心對談。從70年代尾，佢就決定每一個星期都要同一位影藝圈以外嘅人呢傾偈。佢對呢啲人嘅生活、價值觀、經歷都充滿着好奇心。喺數百甚至數千嘅傾偈當中，好多嘅對象都係我哋所認識嘅名人，例如 Pop Art 嘅 Andy Warhol、戴安娜、蘋果嘅創辦人 Steve Jobs， 甚至有發明小兒麻痹症疫苗嘅喬納沙克博士，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等等。佢咁樣嘅原因，咁做嘅原因好簡單，佢就係唔想喺同一個圈子裏邊嘅人身上邊浪費時間。佢覺得喺娛樂圈嘅世界嘅裏邊呢，係其實同呢個世界呢係隔絕嘅，容易呢令喺其中嘅人呢就將自己嘅小小嘅世界呢視為係全部嘅世界，導致呢視野狹窄、思想受限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，只能夠製作出平凡乏味、毫無創意嘅電影作品。去透過好奇心對談，佢得到嘅擴展咗佢嘅眼界，提升咗佢嘅思維，將知識融入生活嘅實踐，亦都係喺製作電影嘅時候會有不斷有深度、有創意嘅作品嘅重要原因。聽到呢度，我都想分享一個我自己個人嘅體會，亦都係呢本書帶俾我嘅啟發。我非常之認同布萊恩嘅呢個觀點，就係要保持好奇心。我曾經有一段時間都好投入，或者只係投入喺教會嘅工作，對教會以外嘅事物呢毫無興趣。咁我慢慢呢就對自己嘅世界以為知好多，但其實呢係好多嘢都係唔知嘅，只係活喺自己嘅世界裏邊。對於教友所面對嘅現實世界冇辦法理解或者體會，因此我所做嘅牧養工作，我分享嘅內容都難以呢達到或者觸及到會眾嘅內心。當我決定要讀碩士學位嘅時候呢，我選擇咗同一般教牧同工讀 MDiv 唔同嘅課程，我就揀咗傳播學。亦都係咁樣，我對寫作、電影、傳播嘅領域充滿好奇，尤其是傳播，我覺得呢個就係同我嘅專業息息相關嘅領域。喺呢個課程裏邊，我接觸咗以前冇接觸嘅領域，包括電影寫作有關傳播學嘅各種各樣嘅事情。我發現當好奇心得到滿足嘅時候，佢會變得更加嘅活躍，對未知嘅事物會產生更多嘅興趣、好奇，讓生活嘅動力越強，知識亦都越豐富，對世界各個領域嘅事物都想知多啲、了解多啲，思維同埋觀點嘅層次亦都逐漸提升。呢個對我後來寫作、說書、聆聽嘅工作以及我做 podcast 節目都產生咗極大嘅幫助。就好似神學家巴特所講，我一手揸住本聖經，另一邊手揸住份報紙，一手揸聖經，一手揸報紙。喺呢集裏邊，我哋初步認識咗布萊恩
以及佢好奇心呢本書嘅核心理念。好奇心係成功嘅關鍵，比起智商、堅持同埋人物更為重要，亦都提醒我哋生命不在於揾答案，而係問問題。我哋亦都睇到佢點樣透過獨特嘅好奇心對談，不斷擴展自己嘅視野同埋思維。嚟緊嗰幾集，我哋都會繼續為你拆解呢本書嘅重點，深入探索好奇心呢個主題，從中揾出實際嘅行動指引。我希望透過呢個節目，讓閱讀唔再係只係消遣，而係成為你個人成長、改變生活嘅催化劑。我哋唔單止喺度說書，亦都好似朋友咁樣一同嘅傾偈，談天說地，一齊去探索呢個世界嘅廣闊，拓展我哋嘅眼界，提升我哋嘅思維。我好盼望你喺呢度唔單止係聽到有價值嘅內容，亦都能夠揾到自己屬於自己人生嘅方向同埋喜歡嘅生活方式。目前 YK 陪你聊天呢個 podcast 節目有3個月嘅試業期，喺呢段期間，所有嘅內容都會免費開放。我希望俾大家有充分嘅時間嚟認識同埋體驗我哋嘅節目，同時讓我亦都有足夠嘅時間去完善平台嘅功能同埋內容，確保未來訂閱嘅你能夠獲得最好嘅體驗，吸收真正有價值嘅內容，幫助你成為更好嘅自己。你可以即刻下載 Podbean 嘅 Apps， 註冊之後就搜尋 YK 陪你聊天，就能夠隨時隨地收聽到我哋最新嘅內容。喺試業期間，節目或許會有好多不完美嘅地方，都請大家多多嘅包涵。我會邊做邊學，一步一腳印咁樣去改善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者建議，又或者想同我傾下偈，歡迎你 WhatsApp 57263977，或者 email ykpodbean@pm.me 同我聯絡。你嘅支持係我創作嘅動力。如果你覺得呢個節目對你有幫助，請你分享俾你身邊一位有需要嘅朋友，邀請佢哋一同加入呢個閱讀與成長嘅社群。亦都請你喺 Apple Podcast 同埋 Spotify 俾5粒星，歡迎留言鼓勵。多謝你嘅收聽，期待下一集喺節目裏邊同你相會。拜拜。